大举朗读千家诗，我稍微推广协会制作王叔良音图，英才文教基金会赞助。典家作者范成大，调出经典雅集马，传宗儿女各当家。童孙未改讲经籍，夜傍松阴学唱歌。作者范成大是江苏吴县的理士，在南宋高宗24年进士及第，曾经奉旨呢到金国来出使，金国逼来投降，伊誓死不屈，差一点就丧命在金国。后来金人呢，因为敬仰他的忠贞，才安然放伊来回国。伊的文学格略有顶，并称南宋中兴四大家。诗集清新朴素，题材广泛，尤其是对边乡诗更加引人入胜。像这首描写热天农村的生活，通俗像白居易，顺和像杜延龄，将农村男女老幼困勉守分乐天地命写得既忠实又感人。头一句调出魂殿野鸡马，在热天是农家上无闲的季节，经典就讲日间田里播芽啦、蔬草啦，鸡马是查某人呢，日间无用煞，暗时就在梳迄个麻树来织成布，传宗儿女各当家。在热天这个季节呢，每一个人拢各有一丝，无一个伫遮用力。童孙未改讲经籍，只有迄个囡仔呢，伊未晓经也未晓籍，但是呢，也未用个放因来晃动，所以才有结句的夜傍松阴学唱歌，也都要互因呢，伫阴凉的大松松树下，一方面耍，一方面画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教因安怎来种汉字，这对身教代替言教，互因目睭看，耳讲听，拢当体会大人勤奋的精神。这种是一个好处呢，比任何教条更加有事半功倍的效果。田园诗的可爱，真实而富有情绪，朴素而充满活力，加上作者清新的笔调呢，读起来乐趣横生。来，咱搁再来复诵一遍，调出经典野鸡马，传宗儿女各当家，童孙未改讲经籍，夜傍松阴学唱歌。千家诗小研究，一丝讲强进修，读书快乐哦。